119消防局。不好意思，我要叫救护车。我爸突然睡觉都不醒了，你等我一下，我起来。我救护车先派了来。这通电话重要是，这真正是，我袂晓形容，迄个感觉是我无都形容出来。因为那个阿嬷突然间脸色发白，没有办法呼吸。你先不要紧张，我救护车派过去了。你好。小姐你好哈。你好。帮我叫救护车。119你好。这里有人昏倒了。来，你冷静下来，地址先给我。我儿子没有意识了。好，你冷静一下，我们一起救他好不好？我有接到无接到这通电话，真正是我都救一个人命。心脏病发作，请你们赶快过来，请你们快点。我救护车派过去的。阮这指挥中心这做的工作就是咱民众若是爱有紧急需要，较119入来，阮就拢爱接。一档安尼估计啦，差不多40几万件啊。民众拢感觉讲伊共敲一通尔，啊，毋过其实全台中市就是有40几万件的电话敲入来阮指挥中心。阮消防队的任务啊，法定任务3个，就是预防火灾、灾害抢救加紧急救护。高级救护技术员，拢叫做 EMTP。我会当伫现场，甲患者插管、入注油啊，也是做电击、手动电击。是咧甲死神抢时间啊！甲急诊室医生咧做的代志，阮搬到别人的厝内底做。即摆先来介绍这张担架床，碳架。阮台中市是用这款电动的，这就是电动担架。上下车的时阵，我就是起按钮就好，伊伫脚底收起来，安尼就甲袂人上上车。高阶监视器，高阶的生理监视器。这一台要100多万啦，这台就功能就真多。阮台中市嘛有一个医师的群组，做了就传互医生看。阮台中的医生拢足热血的，拢赖群组拢秒回。基本上民众若一通电话敲入来，我爱先确定伊的地点，甲来问看伊什么状况。伫咧短短50秒以内，那我们跟死神在抢时间呐。喂119，走到即摆一定556件。所以你想看咱24点钟今仔到袂到，即摆到暗时8点外呢，就一定500几件。像今仔就10几抓，若是量较济，有到20几抓的。尤其下班时间，常常按顿拢食无啊，伫遐外口处理车祸。我有拄过举刀仔的，嘛有拄过迄种咧厝内底削物件举菜刀，不爱互人接近。今日透早8点，我做有印象，透早8点的电话，一交接班一坐落，一通电话入来，迄个妈妈就哭啊，就讲我囡仔无喘气啊。还有呼吸吗？感觉好像没有了，来，OK。就开始教。救护车就派出去了，来，好不好？我先教你做 CPR， 2只手掌交叠，胸口中央，手臂打直，用整个身体的力量往下压。1下、2下、3下、4下。来，有没有听到？有没有听到？有，照这个速度压，尽量不要中断。106下哦，第一条左转。好，我会陪你到救护车，救护人员来接手。好。节拍器哔哔哔会引导你压胸，唔免烦恼你袂晓，因为有人会甲你教。这电话会陪你陪到阮到为止。有6台救护车，他们1点38楼6个人躺在地上。6个人躺在地上。我感觉辛苦的部分是因为民众伊无了解讲咱救护员咧做啥物代志，所以会感觉足急的，会可能会伫现场就甲你骂、甲你赶、甲你催促。你讲辛苦啊，这个时代每一项工作拢做辛苦啦。我13档，阮救我19个人，这19个人是我看到伊是无呼吸、无心跳，我经过我 CPR 电击，甚至是插管给药以外，会当转去做工课，会当转去照顾家庭的。所以这40几万通听起来真济，对民众来讲，伊可能一世人共敲这一通，伊救伊的性命嘛才一通尔。有当时想的，我救的毋是一个人啊，是一个家庭。这通人命的电话，咱就一定爱来接甲到，做甲到。